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聽書貓耳，我係貓耳。今日呢，我哋要講懶系投資法入面呢，資訊量最高，但亦都係最令收息族興奮嘅一個主題啊！封閉型高收益債券基金。點解今日呢會用長少少時間去講呢？因為2026年啊，個高息維持更加耐啦嘅環境入邊呢，有好多呢科技股嘅震盪喎。原油價格又因為中東局勢啦，升到每桶$112。嗱，如果你仲係死守住嗰啲傳統嘅投資法呢，你可能會覺得好焦慮。但係如果對於懶系投資法嚟講呢，呢啲波動呢反而係我哋入貨嘅好機會喎。今日呢，我會教你點樣用呢8折甚至更平嘅價格買入呢化10厘以上嘅派息資產啊！嗱，首先呢，新手朋友最想知道噶啦，CEF 同平日 ETF 嘅分別係啲乜嘢呢？嗱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平時嘅普通基金呢，即係開放型基金呢，好似一間呢無限量供應嘅自助餐啊！你幾時想入去食嘅話呢，佢就會俾張票你。但係呢 CEF 呢就唔同啦，佢就好似呢一棟呢只有100個單位嘅限量版收租公寓。當呢100個單位呢喺紐約證交所賣晒之後呢，基金公司呢就唔會再印新嘅單位噶啦。咁呢個限量嘅特性呢，會導致一個好神奇嘅現象噶，就係價格同埋價值嘅背離啦。嗱，明明呢一棟呢公寓入邊呢價值呢係$10噶，嗱，我哋叫呢個呢叫資產淨值啦。但係因為市場驚啊，或者有人吸住套現呢，可能喺二手市場呢8蚊就賣俾你。嗱，呢個叫 market price 市場價格。咁呢一種呢8蚊買10蚊嘅情況呢，就係我哋講嘅折讓啦，即係 discount。咁我哋去邊度揾呢啲8折嘅機會呢？嗱，大家一定要 bookmark 呢一個網站啊，CEF Connect。可以喺 Google search 啦，或者係直接打 cefconnect.com 嘅。打開個網之後呢，你要睇3個核心嘅指標。嗱，第一呢就係 price 啦，即係 discount 啦。如果見到-10% 嘅話呢，即係打緊9折啊。咁第二啦 set score 呢個呢係貓耳呢一定要教你嘅隱藏分數啊。set score 呢係一個負數啦，例如-1.5啦，即係代表呢個折讓呢仲大過歷史嘅平均，係執平貨嘅絕佳機會啊。嗱，第三呢就係52 week 嘅 average 啦，係睇翻呢過去一年平均呢折讓咗幾多。例如呢 DMP 而家可能溢價呢0.96%，但係佢一年呢平均嘅溢價呢係5.57%，咁即係而家雖然冇折啦，但係其實已經係比平時平咗噶啦。咁呢作者豐大呢成日呢都強調，絕對唔好盲目呢溢價買啊，只有呢折讓大過歷史平均嘅時候呢，你入去先至有防彈衣。嗱，而家呢係嚟到最燒腦嘅部分啦，派息來源。好多人呢見到 ROC 呢，即係 Return of Capital 呢，本金返回呢，就會嚇到縮沙，驚食埋自己份本金。嗱，貓耳呢就幫大家修正呢一個經典嘅比喻，你買咗呢隻雞返嚟。佢想生蛋，即係派息啦。咁真派息呢，就係你隻雞呢每日生蛋，你攞嚟食，隻雞呢仲係咁重，冇損耗嘅。咁呢本金返回呢，係隻雞今日冇生蛋，但係你又好肚餓喎，結果點呢？你就殺咗隻雞，煮咗隻雞嚟食喎。嗱，聽落係咪好驚呢？大家要記住啊，有時基金公司呢會用 ROC 呢。係為咗避稅或者係穩定派息噶。貓耳就話俾你聽呢點樣分好同壞啦。我哋嚟一齊睇下 NAV。如果一隻基金呢，嗱，好似 GOF 咁樣啦，雖然佢2026年呢嘅 ROC 呢佔嘅比例呢可能超過呢50%，但係佢嘅 NAV 呢係過去一年呢都上升緊噶。咁即係代表呢隻雞呢，雖然俾你食咗啲肉啦，但係呢，佢生長得好快，生翻出嚟啲肉呢仲多過你食咗嗰啲。咁呢個呢，就係一個好嘅 ROC。但係如果呢 NAV 呢一年跌過一年呢，隻雞呢越嚟越瘦，咁就真係殺雞取卵。咁呢一個基金呢，就絕對唔可以掂啦。好啦，而家呢進入最緊張嘅大亂鬥環節，我哋呢攞啲數據嚟講。
咁 CEF 隊嘅代表咧有 DNP 啦、PHT 啦、HYI 啦、HIX 啦。咁 ETF 即係開放型嘅代表咧就會有 HYG 啦、JNK、BXD、AX、VWEHX。根據2026年咧最新嘅10年年化回報統計，作為 CEF 嘅 DNP 咧，雖然管理費咧係貴啲，但係10年嘅總回報咧係達到11.55%噶。咁仲有另一個代表啦 HIX 啦，派息率咧雖然高達14.74%噶，但係佢嘅10年總回報咧亦有6.96%。咁咧另外一個代表啦係 ETF 嚟嘅 VWEHX。咁咧佢嘅管理費咧係極平㗎，但係咧10年嘅總回報率咧就只有5.28% 嘅啫。咁點解 CEF 會贏呢？因為 CEF 咧有槓桿，佢哋會借錢咧去收租，喺牛市或者高息嘅環境底下咧，佢哋嘅總回報即係派息啦，同埋股價嘅增長咧，往往咧係會跑贏普通嘅 ETF 㗎。但係代價就係咧跌市嘅時候咧，佢會跌得更加甘。所以節約呢個防護罩咧就變得非常之緊要啦。今日講咗咁多啦，貓耳咧最後幫大家總結3個咧新手必備嘅懶係法則。第一啦就係認清工具，將 CEF Connect 咧擺喺手機入邊嘅首頁，買之前咧睇下係咪 discount，睇下咧 set score 咧係咪負數，判別咧雞種，揀一啲咧歷史悠久NAV 咧穩定嘅基金，例如咧係1987年成立嘅 DNP。仲有第三，小三溢價陷阱，就好似 PTY 呢啲名牌基金咁，有時咧溢價太高，例如20% 以上，一旦咧市場嘅情緒變咧，單係溢價嘅收縮咧就可以令你咧本金受損噶啦。咁今日咧嘅時間就差唔多啦。希望呢幫大家出呢一個新手村，成為呢個限量版公寓嘅大業主。咁所有代號同埋工具網呢，我已經整理咗呢喺下邊嘅資訊欄。我係貓耳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